2018-05-25拜五，里山萨多亚马。几若当前，伫一本工程期刊看到里山地理这个名词，迄当时我完全无了解。里山是伫台湾对一个山头。台湾有阿里山、太平山、八卦山、八仙山、内山、内山姑娘。毋过里山毋捌听过。昨甲昨日参加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举办的民国106年度水土保持成果发表会，才知影里山是日本字，叫做萨多亚马。里萨多山亚马，合作伙叫做里山萨多亚马。伊的原始是由日本人先提起，后来是世界性、全球性的共同语词，叫做里山倡议 （Satoyama Initiative）。日语的里山 （Satoyama） 翻做台语叫做未开发的山仑。台语的故乡。日语嘛叫做故乡，ふるさと。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推设的农村再生，有下里山倡议的精神，所以伫民国106年向日本总会申请加入，2个月就升做IPSI 会员。昨一行40外人，坐游览车去苗栗县造桥良兴社区安心园，对应水土保持局的人同齐参观见识。自日语里山萨多亚马，台语未开发的山仑，日语山里亚马萨多，台语山村瓦山的农村。IPSI 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， 简称 IPSI。里山倡议国际伙伴关系。